在个新闻来去看新竹的消息，新竹的江南出产竹啊，意外培育出一个竹雕大师。这个平安静老师傅呢，较早是一个国小的老师，伊呢爱做手工艺，摕竹啊来做创作的素材。因为每一支竹啊样拢无共款，伊嘛用一种丰富的这个联想力呢，将竹啊变作是名纸啦、佛陀，甚至是伊挚爱乡亲。无师自通的伊呢，伊的作品是真逼真，互人叹为观止。 拍竹竿落看你当细汉的时，只要伊就真一人伫欣赏伊。所有的玩具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他们越羡慕我就越高兴。将这根一点仔一点仔甲除掉，这个看起来唔正面的绿竹根，伫平安静老师的眼内各有巧妙。我刻的佛陀、大象，这样子啊。 刻个手头，灵感一来，手就无多停，将家己关伫工作室内面，无眠无日完成作品。一根一根，立着、横着、倒放，各个角度看。上较互人赞叹的，就是纸尾独蛇，纹路刻画甲真逼真。也无讲到放上侪感情的恐惊是这组作品。阿公阿婆，我把他。 认为是我的爸妈，因为我爸爸以前是做苦工的，我就把他弄得好像那种很劳累、很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一口一笑，刻入思念，嘛冻结岁月。一步一脚印，但是这个脚掌我就收集了30年，才收成6对。 已经76岁平安静老师傅，细汉伫新竹江南大汉，因家附近道顶南对竹啊无青分。国小老师退休后，已经是专心创作。几乎不可能有2件相同的，天生的竹子不可能长成一样。做过铁饭碗的头路，也无希望讲伊的人生与使用不变。进入竹艺世界了后，会感受到真侪趣味。人生短短几10年啊！ 是路人，走自己想走的路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行家己想要行的路，嘛意外变成竹艺大师，伫竹的故乡发光发热。